呢一集會講解2017年 DSE Geography MC 第4題。我哋要揾夾網方格 Grid Square 4613嘅中山紀念館公園游泳池嘅面積。方法1，用間尺嘅格仔。唔打算買呢款間尺嘅同學就 skip 去方法2。我哋要揾中山紀念公園游泳池白色嘅部分，而唔需要出邊灰色嘅看台。我哋首先揾佢佔幾多個完整格仔，有總共4格完整格仔，然後數下佢佔咗幾多格唔完整嘅格仔，一共有8格唔完整嘅格仔。得出嘅結論就有8格完整嘅格仔，因為將唔完整嘅格仔除2，再加返完整嘅格仔數量，然後揾一格嘅實際面積。因為每一格嘅邊長係0.5 cm， 佢嘅實際長度就要0.5 cm 乘以個 map scale 5000，再除返100，將 cm 變返做米。一格嘅邊長係25米，一格嘅面積就係邊長乘邊長，即係25乘25，就等於625平方米 meter square。中山紀念公園游泳池嘅面積就係將我哋數到8格完整格仔再乘以1格嘅面積，游泳池嘅面積就係5000平方米。最接近我哋嘅答案就係選項 A。方法2，人手畫格仔。我哋首先畫中山紀念公園游泳池0.5乘0.5 cm 嘅格仔。完整嘅格仔有5格，唔完整嘅格仔有7格。將唔完整嘅格仔除2，再加返完整格仔嘅數量，就知道中山紀念公園游泳池係佔8.5完整格仔。一格嘅面積就係邊長乘邊長，喺地圖嘅0.5 cm 就等於實際嘅25米。我哋將邊長乘以 map scale 5000，再除100，將 cm 轉返做米。我哋嘅目標中山紀念公園游泳池就係25乘25。將正方形嘅面積乘以一共有完整嘅格仔數量，啲答案係 2SF， 所以都將我個答案 2SF 咗，計到個答案就係5300平方米。最接近我哋嘅答案就係 A。 點解唔建議畫1 cm 乘1 cm 嘅格仔呢？大家可以睇下我偷懶嘅後果。